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11日。以赛亞書65章24節安尼講：因也未求救，我就應伊；拄拄在講的時，我就聽伊。三甲來祈禱，阮也未求救，就應阮；拄拄在講，就聽阮的天父。阮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所做奇妙、所行信實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！我要學了你無比的慈愛，也要頌讚你無盡的疼痛。主啊！你知影阮的心思意念，也知影阮內心的渴望甲需要。主啊，求你伸出你的聖手，替阮開路，予阮勇敢來向前。主啊，在阮無講出喙的吐氣中，你看見阮心中的重擔，求你用你的氣力扶持阮，用你的話來堅固阮。主啊，求你佇每一天的生活，想使阮有信心來行。主啊，因為阮要出聲求救，你就應阮。阮拄拄在講的時，你就聽阮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